有電話讀新聞俾我聽，唔使我睇得咁辛苦。打開 Safari 瀏覽器，打開要睇嘅新聞網頁，撳下邊顯示閱讀器制，轉入閱讀模式，選擇聆聽網頁開始閱讀。你思考特殊公屋戶收留政策房署稱，打開顯示閱讀器可一路聽一路睇。20250917要聞明報專訊，本報上週一報道天水圍天恩村一對精神病患母子被指申請公屋，撳入閱讀掣，可以調校閱讀速度。發出簽署通知書，該戶上訴不果，二人其後墮樓。相隔約一週，特首李家超昨日首度開腔回應，稱對事件感到難過。根據房屋署規定，該處可收回開鋪資產者單位。李作稱正思考目前政策，針對特殊住戶，政策上是否應該收回他們的單位？協助死者家屬跟進事件的黃先生作對你都可以改變字體大小。斥房屋署人員輕視兩母子的精神問題，促請官員問責。上訴立醫界代表你稱可行。李家超昨日希望幫到你啦，有咩問題留言俾我，我會盡快回覆。多謝收睇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同埋撳個鐘仔，以後有新片就會即刻知道。拜拜。